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信息题目：天国好比宝贝。马太福音13章44节到46节。Matai tulu usafau atfang sebab boleh lagu sepat tangsa sebab boleh lagu 6 tusir. Kita kit nu kawasi mati ia masih matai i umah safung. Matama nu tamklau kunini lafung han hu ningra saripaha sancingra ta minukai pacakai tu mama ningra ma min ta mi cakai tu ya umah rumah satu kita kitnu kawasi matia ni pikirim nu patia mai tam sau tu fang zalai jing zu matama ningra ku zai mata kesai jing zu minukai jingra pacakai tu mama ningra ma min ta mi cakai tu ya jing zu。天国好比宝贝藏在地里，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比商人寻找好的珍珠，发现一颗贵重的珍珠，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下这颗珍珠。这个变卖一切买地的人就是耶稣，这个变卖一切买珠子的人就是耶稣。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要买赎我们。他看我们是藏在世界里的宝贝，他一直在我们心门外口门，直到我们愿意打开心门，让他进来住进我们灵里深处，与他一同坐席，一同谈心，在爱里说说话。我们是神所珍贵的宝贝，是他所寻找的珠子，我们是他用以建造会幕的活宝石，是他渴望居住的会幕。这会幕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旅行的时候，神吩咐他们建造会幕，好让神能住在他们中间居住的地方。为什么神对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呢？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值得神如此的爱我们？其实我们并未做任何事，值得神如此的爱我们，追求我们。因为当我们仍是败坏迷失的罪人，是他的仇敌时，他就追求我们了。神在我们里面所看到的东西，只有他的爱才看得到。他的腐败、罪恶和堕落当中，看见珍宝，被众人视为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毫无价值的东西，主耶稣却当成珍宝买赎回来。神以超越我们现状的眼光看我们，他所看到的被众人视为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毫无价值的东西，他却当成珍宝买赎我们回来。神以超越我们现状的眼光看我们，他所看到的是只有他的恩典才能成就的事。现在我们可以更加明白圣经的经文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任何曾经如此被爱过、被看重过的人，
怎么会想要再回到那个曾经看清他们的世界呢？虽然神是整个世界中最超越、最尊贵的，他却热切地追求我们。当我们真实明白这一点时，怎么可能忽视他要我们与他一同生活的美好邀约呢？我们绝不可能再拒绝他，只想与他一同坐席，与他更亲近，只想与他更亲密的同行，与他形影不离。即使在死荫的幽谷之中，人信靠并盼望神的应许，因神的同在而喜乐。我们必须祷告，亲近神，等候神。首先不是觉得舒服或有帮助，而是因为神爱我们，想得到我们的专注。他可想与我们一同坐席，用爱的眼目注视着我们，他也渴望我们用爱的眼目注视着他。先知西番雅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最后一句话译作，且因你喜乐而歌唱。神对我们唱情歌，诗篇说，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神被心存渴慕的人吸引，神正等着要满足那些心存渴慕的人。诗篇说，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神被心存渴慕的人吸引，神正等着满足那些心存渴慕的人，神正等着喂饱那些灵里饥饿的人。当我们里面若已经充满其他的人事物，神的美物就无法满足了。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所要保守、看顾和保护的事物中，没有一样比自己的心更重要。当我思想这句话时，便想到世人如何保护所有价值的财宝、财富。你有没有看过贵重的宝石在挤不破的玻璃柜中展示？它们会放在受监控的房间，任何的压力或温度变化都受到监测，最轻微的进犯都会导致警铃大作。此时所有的出入口将立刻关闭上锁，电眼扫描如果侦测到任何物体，就会呼叫警卫立即前往遭入境的地点。世人呢，会雇用安全人员一天24小时，一星期7天看守这些宝石，耗资数千元，就是为了要看守、保护一颗他们看为宝贵的石头。神告诉我们，世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心，而不是石头。然而基督徒将自己的心交给某些事物，这些事物不但毫无意义，甚至有害。只要没有太多的咒骂，我们便随便观看或阅读。我们不了解
世界的灵和神的灵是敌对的。然而在这方面，世人实在比我们聪明太多了，因为他们殷勤地保护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相对的，基督徒却漫不经心地度日，无法保守自己的心免于情欲和欲望，而让这些情欲和欲望偷却我们对神的渴慕。然而唯有神才能真正满足我们。有些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离神多么遥远了，直到他们心中追求神的渴望如火焰般的再次被点燃时，才觉悟到他们过去并没有保守自己的心，单单追求神自己，宝贵神的同在。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天国好比宝贝，你居住在我心中，求你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